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明，继续来关心疫情哦。咱看到讲，虽然连续6天，咱的这个本土案例拢破百，今日新增加是286例，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看到讲阳性率吼，台检这个阳性率是有较降低啦吼。咱嘛看到讲，今日行政院甲咱公布一个数字2.2%，什么意思？就是全台湾的这个阳性率啦吼。咱讲吼，这个100个人内底吼验出2.2个人是确诊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吼，其他的这个县市，尤其是这个重灾区，新北市也好，台北市也好啦吼，因即阵。来对吼，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是安怎来发展吼？咱看到讲新北市的这个确诊数是头一摆超过台北市啦吼。啊，咱嘛讲到今日新增加一例这个死亡的这案例，累积起来拢总是已经吼15个人来死亡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体检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到这个阳性率真正有较降吼，表示咱讲的这个全国第3级来讲，湘北市开始实施着这个第3级的这个紧急作为，真正会受到咱讲吼疫情拢会当来控制啦吼。虽然看到讲吼，网咖也好，新北市这个快筛阳性率拢总来降低，咱的数字会提供观众朋友啦吼。另外，咱讲爱较关心的，就是咱讲的医疗人员袂当来帮盘啦。安怎讲咧？咱即阵看到吼，上少有5站是这个院内感染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爱区分就讲院内感染和病院内底有确诊的这部分是爱有做一寡这个检查。院内感染吼表示讲吼，这个可能连这个护理人员。拢互烧坏掉了吼，啊，病院确诊的可能伊是有这个，咱讲吼接触的这个历史，有伊这个卡价这个部分，咱来厘清哦好势啦吼。虽然讲医疗真正袂当互伊帮盘去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虽然说伫咧这个病院内底确诊的以外，也佫有传出着这个长期照护机构吼有确诊的这个消息，所以咱拢爱好好来设置啦吼，袂当有这个4甲7的这个部分，避免讲咱真正甲这个这个吼接触历史的，甲伊拢冻起来了后，煞逼伫咧吼长期照护这个机构。尤其这拢是老大人。另外，咱嘛继续来关心吼，小人说，伫咧咱看到 COVAX 吼41万剂这个预防针，昨来到咱台湾，即阵佫传出着，敢讲是这个疫苗的这个外交节，嘛要是台湾吼，是甲咱的邦交国来遮产生啊嘛？咱看到讲吼，这个是这个咱的这个友邦啊，这个洪都拉斯啦吼，中国恐惊会含咱来断交，为着是要买啥？为着要因吼要买着中国的这个预防针疫苗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讲。到底吼，美国甲咱也是讲吼，这个中国之间这个部分，是毋是这个疫苗这个部分的这个哦，咱讲的战火伫遮吼，咱等下会好好来讨论吼。嘛爱继续来关心咱全国这个疫情，咱讲今仔日已经是这个全国吼，咱讲第3级警戒这个部分吼，到底是不是安怎？咱等下好好来观察。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台民有教授廖秀水。大家阿曼，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理事詹正俊。大家好，我詹正俊。第三位，咱要邀请前卫生署长涂成铁。主持好，大家好。现在看到讲，咱今日讲到吼，新增加一个死亡案例啦。咱嘛看到讲吼，小人数已经6天，咱讲这个吼案例数已经来到吼。破千啊，然后尤其是接近这个1500这个部分，所以咱讲吼，真正好好来维持啦。但是咱头都嘛讲到阳性率，嘛爱好好来控制。先来听下指挥中心安怎讲。宣布那个295例的 COVID-19 的确诊，那286例是本土，那9例是境外移入。新北市157例，那在中和有40例，那其实台北市的87例。那万华区有40例，桃园市17例，宜兰县8例，彰化县6例，基隆市5例，高雄市及台中市各2例，新竹、云林各1例。2683为70多岁的女性，那于万华工作，那5月16日匡列为需采检的接触者。但因个案持续的失联，5月17日家属前往探视，发现个案已无生命迹象，经采检于今日确诊。菲律宾有6例，美国、南非及印尼等移入。4月20号到5月19号，就是在原来在这个万华这边高风险区的部分哦。那有停留比较久，但是目前有跑到外县市的这个部分哦，发简讯哦，提醒他，如果说在
之后，就是这期间之后有这个发生这个呼吸道的一个的症状啊，或是说腹泻，还有这个嗅味觉的异常化，那请他联络这个当地的卫生局，然后去就医采检。咱头拄有讲到吼，这个全国这个阳性率差不多是2.2%，然后这代表就是讲100内底验出差不多2.2个人，然后咱嘛看到讲吼，若是照这个比例来讲吼，真正咱讲吼过去来讲，若是3以下，咱就爱较会当庆幸一个乐观一个，但是咱讲千万就吼，咱继续。过去咱所讲的公共卫生，这爱继续做，尤其咱讲即阵全国嘛是这个第3级的这个警戒吼，继续咱讲吼尽量唔通外出就莫外出啦吼。另外咱讲出去一定爱挂这个喙罨，咱嘛来继续看到这张图啦吼，这是代表今仔日哦，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这个分布，咱头拄嘛讲到，这回新北市是头一回啦吼，超过台北市的这个吼确诊数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会当来去观察吼，几个这个县市，尤其咱讲吼昨吼看到这个彰化县。真惊人吼，这个昨是差不多20外例啦，哈，佮进前一天嘛是20外例，但是今仔日的这个数字有较降吼，嘛代表因的这个咱讲确诊数有较降，咱等下嘛当好好来讲吼，是毋是这个危机会当吼豆豆来解除？但是咱讲吼，这个一天的这个起落嘛无代表啥物，尤其咱讲吼前3日的这个时阵，咱讲依然啊有出现零确诊的这个部分，但是疫情又搁伫遮。那个弹起来，安尼啦吼，尤其这个家人市嘛是共款，各位5个来确诊吼，所以规个来看啦吼，咱来庆幸的是有一寡这个数字的这个部分吼，咱看来讲台北市即阵甲咱讲啥，自第一天吼，这个阳性率10%，尾手降到9.7%，啊，刷来一直降7.9%、5.1%，到今仔日咱看到4.6%啦吼。相信这个未来这个数字吼，咱一直甲伊放伫心内，尤其吼，若是一直降落来，这是代表是好也是歹的。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罗教授。拄仔你讲咱迄个指挥中心讲，咱台湾的迄阳性率是2.2%嘛吼。其实世界现即卖的感染率吼是2%啦，2%啦吼。啊，上界严重的就是即个美国嘛，伊10.4%啦。OK。啊，搁落来搁重，我会使重灾区就是英国啦，英国是6.5%左右啦。吼。所以咱2.2%是抑搁算好的啦，抑搁无讲真严重的吼。啊，你拄仔咧讲今仔日吼，搁发生搁检出即286例。是。事实上，今仔会检出286例，是因为咱会检出的。是减到4.6哦 ，OK， 表示讲咱今仔是伫6200几个，啊再检出286例，啊昨迄个检出率是5.1，咱的体检率昨是5.1 ，OK， 啊5.1就表示咱有5200外个落去甲体检，啊再出昨就出268个嘛，这个样本数昨较悬样本数，所以即摆咱样本数大，啊检出来迄个无较济，所以表示讲，即个疫情应该是咧下降吼。啊，应该讲起来，即摆讲，有人讲哦，台湾这高峰是什么时候？事实上，高峰已经过啊啦。哦，咱看即个体检率，咱就知影嘛，6000几个，啊，甲你检5000个，佮迄阵11%的是咱才检2000几个尔哦，啊2000几个都检出到240几个啊，所以即个疫情咯，即卖是咧倒啊，咧减嘛。咧减嘛。哈，我是认为吼，应该讲起来，即卖咱台湾这疫情啦，大家有法度甲伊讲大家拢配合啦，咱即摆无疫苗嘛，大家都惊，咱的疫苗拍到也无1%咧。事实吼，我就一个强调嘛，我真早以前强调，讲即个口喙罨啦，喙罨就是疫苗啊。哦，伊差不多是你无疫苗之前，你用喙罨，伊的功能是差不多啦。是啊，因为疫苗即摆也无法度讲100%保护你讲袂过感染啊。吼，你疫苗真好疫苗。有可能佮感染，但是你未发病，还是讲你的症状会较轻，还是讲哦，你未讲会死亡的情形。喙罨也共款啊，完全共款，所以喙罨你若挂好，咱事实咱即摆无疫苗，唔免烦恼。OK， 啊，咱若即波吼，若停过，我预测啦吼，咱伫咧5月底的时阵吼，可能咱的迄个开检的迄个数量吼，会搁较济，但是咱阳性率可能
降到差2位数，2位数，还是5位数。迄阵吼，到6月中应该这个疫情会过去啦。吼，所以大家拢在。有的人是安尼，敢若真惊吓，真惊吓，安尼讲甲绑甲讲，咱有好社区感染2-3个月啊，咱的吼感染，即摆还佫社区有1-2千个在感染，迄是无可能的。OK， 我安怎讲呢？这个病毒是足毒的啦。伊感染着吼，你差不多70%-80%拢有症状啦。OK， 吼，毋是讲大家咧讲讲，这个病毒是，大部分拢无症状，毋是安尼啦。伊若感染着吼，伊你讲，迄自愈率啦，就是讲，你感染着你发病，你会当你要去一定爱去自愈，差不多有50-60%啦。吼，这意思就是讲，因为英国是上介早拄着这英国病毒，英国的这只病毒啦。吼，因发现着讲，这只病毒伫咱感染着人了吼，咱人的迄个病毒的量真悬啦。所以讲吼，就咱即摆咧定咧讲 CT 值，CT 值吼，是这只的 CT 值平均起来是差不多是20倍啦。20倍。啊，较早迄只较旧的迄低率6个数字迄个啦，是到30啦。OK。所以讲吼，这个迄个感染率是较悬啦。较悬啦。伊事实上吼。伊死亡率哇较悬煞啦，咱大家听，我比较一个美国，是，这个国家上界重灾区嘛，英国那是重灾区啊，英国是6800多万人啊，美国3亿2千人，美国即摆是3400多人感染啊，伊459万人啊，你知影英国偌济？英国即摆445万。人感染啊，伊就127000人死亡啊！你若甲乘以5的时候，英国是比美国佫较灾难佫较感染人佫较济呢，来用人口数来去看来看。所以讲起来，英国本来是应该是平静啊，咱会过起来，就是因为去年的12月嘛，这个英国这个变异种吼。就出现啦。OK。英国个这波遐厉害，就是因为这只病毒的关系。OK。这只病毒吼，所以伊的致死率啊足悬的哦。吼，我个变过来，美国的迄个致死率吼，伊感染的人死亡的超1.78%。1.78%啦吼。伫英国是2.85%。所以伫咧英国这个。所以伫英国这个死亡率是加较悬。吼，那安尼甲比起来，咱讲这2位共款的迄个重灾的所在啦吼。所以。事实上，这个病毒吼，即马出来，都已经差不多世界拢这个病毒伫伫遐咧流行啦。OK。较早是12月以前，去年12月以前，拢是迄只旧的嘛。OK。较旧的，美国就是受到旧的迄个感染较济嘛，所以安尼甲比起来，这只病毒实在讲，伊传染率较悬。哦，伊的迄个致死率较悬出来啦。差不多50%啦。所以咱吼继续来关心着吼，这个病毒伫台湾的这个发展吼。头拄啊，这个罗教授讲着2个重点吼。第一个就是过去咱真正有一段时间较放松，喙炎都无挂，但是你嘛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官方可能已经过啊。官方伫咧倒位，可能是咧333这个部分啊吼。尾数虽然说咱看到吼，虽然吼240、267、286吼，可能安尼处起，但是咱讲。这个官方可能就落伫咧遮啦，袂阁起嚟啊啦吼。咱若会当望安尼，咱讲吼，这个全国第3境界，咱等下嘛讲到一啥物叫做是 NPIS 啦吼，就是这个非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部分，唔免阁去拍这个预防针，是讲这个食药啊这个部分，咱家己会当做这个部分，就是咱即阵咧做的吼。透过安尼方式，咱会当甲这个趋势，佮安尼小可甲降落去啦吼。这嘛是这个数字甲咱讲的。另外，阁来请教吼，詹秘书。我是个补充一下啦吼，咱咧333可能就是差不多上悬啦。上悬啦吼，因为吼，咱像今日咱260倍，吼，咱差不多40例是伫外县市的啊，外县市出来啊，咱伫台北市甲新北市，这重灾区是伫应该是讲艋舺啦，吼，是艋舺这个所在呢，200已经降落来，所以我是认为讲吼，你讲这个病情吼是应该袂拖到讲6月中以后去，所以大家如果大家有配合咱这个防疫吼，其实咱台湾人是足配合的，在100%配合。咱老实讲，咱的疫苗做无1%，但是咱的嘴炎
抓到差不多100空去拍去啊，所以恁无问题啦。是我是拄啊，我分析这数据吼，实在咱台湾人唔通惊奇，唔通惊啊，唔通去要抢买啥，吼啊，去迄个体检是爱，吼你若你知影咱迄个阿公店的所在，去即卖袂讲起来是讲到有要300间呢。是啊，啊若300间的时，一工若有10个伫遐咧出去咧消费吼，一个都要到3000个哦。啊，这对5月初开始到这个5月11，咱知影讲遐有发生代志，可能2-3万人伫遐出去，伫遐咧有感染的危险嘛。咱讲嘛。吼，真正全台湾安尼拍走。啊，咱即马体检的迄个有还袂到2万人。OK。所以可能你若过几工来吼，一定会个体检出来吼，阳性的抑个会100-200个啊，现在安尼，但是会渐渐减少去。就是咱讲这个样本数若是较悬的时阵，就差不多接近咱讲传染迄个数量啊吼，咱就讲迄个官方嘛已经过啊。但是咱差不多列出来迄个确诊的迄个比例，甲伊这个趋势来行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部分咱会当吼较乐观的，但是咱继续咱讲过去咧做吼，继续来去做啦吼。啊，即阵咱嘛看到讲头拄也是这个新北市啊，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比例啦吼。啊，新北市则嘛做一寡这个比例这个部分吼，伊嘛要新增加到差不多拢总有24个这个吼快筛的这个部分吼。啊，新北市吼最近3日吼，亲像这个邦桥遮嘛是重灾区的这个部分。恁讲吼5.5%、4.6%，更加今日的这个3.75%啦吼。咱嘛讲阳性率是好的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这个詹医师啦吼。这个咱讲吼头拄啊，这个乐观啦吼，但是莫真正伤过乐观。咱讲啊，安尼就放松去啊。即阵袂记咧吼。有人讲吼啊，可能袂记哩，伊这个是即阵咱讲吼全国吼警戒第3级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中和的这个部分啊，本地咱讲邦桥遮是较济，但是即阵中和伊个轻快，这是啥物意思咧？有人讲吼，这个艋舺甲中和一条桥都安尼过去啊，这个部分可能嘛是由于地缘上的这个影响。我感觉人口啦密度愈悬的所在，本来伊就疫情较歹处理。是。啊，佫开始可能大家无啥知嘛，所以你可能甲隔壁咧小我咧机会较济，哦，算你已经小可有摊开啊。但即马大家咧开始有好好的防疫，有戴喙安，慢慢会控制。至少咱即马是到第3级，学校无上课，啊，至少有的无一定去上班，是啊，大众迄交通的工具有要注意，慢慢应该是加减会控制，主要是爱甲迄有问题。体检出来，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有问题体检出来，咱头拄讲吼，这个中和才占40%吼。另外，咱今讲到有一层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然后伊过去有伫艋舺做过工课，然后70多岁，5月15发现伊有戴这个镜头啊，但是伊拒绝吼被送医啦吼。啊，尾手咱嘛看到讲伊被拒绝吼送医了啊，咱看到个啥？5月17去弄门啊吼，以后。咱看到讲，伊发现吼死亡伫内底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死亡案例，咱甲比例算起来吼，继续请教吼，这个涂署长啦吼，咱看到讲死亡，咱即阵是15个死亡案例啦吼，啊，咱讲即阵确诊啊，总确诊是差不多2800外例啦吼，这个死亡比例要算少吼，是毋是安尼来看咧？这边当然是真严重啦吼，因为咱头前100个这个本土感染。是用做400几工，较100个尔。但是尾啊吼，即几日啊做4日尔吼，佫1000个啊。是。当然即摆加起来已经，即几日啊已经1000几个啊吼，拢是本土的。这吼比率若要交旧年到即摆400几工比起来，这1000倍增加啦。所以这边大家有影有惊到啦吼。是。即摆问题是讲，这数字来讲，咱是感觉讲，即摆是毋是小可有控制落来，有这乐观无啦吼？我刚才看这数字，我是也无像来做遐乐观啦。我希望乐观，但我也唔敢遐乐观啦。是。像那因为吼，最近看到这吼是共一波的哦。你们想讲，因为传咧，愈来愈传愈少，唔是，这是拢经变咧潜入去，咱潜入去差不多吼3到7工左右啦，平均是5.2日啦。所以5日个一个潜入去，所以你。要做一项代志了，要有效，迄个上少一个到2个潜伏期，才会看会到结果啦。所以咱即摆最近看到拢是以前传的哦，毋是最近最近去继续传的哦。啊，最近有开始传无，我又会减少，因为啥啦？咱15、16去到遐开始2级，迄个足紧张。是。但是吼，5月10日，
咱的苏院长就出来讲好小心啊，好小心啊，安尼我有发定的效果，因为行政院长家己出来讲，就表示紧张啊。是啊，但迄个开始减传染，但迄个减传染的结果，毋是即马查出来，迄是爱佮几啊工后，所以即边查出来吼，是本来就是感染的。啊，问题是啊讲，拢调伫200几个伫遐，因为这吼有包括就咱的这检查的量能啦，即马听讲要踢几万个伫遐，也未检查啦，而且检查中尔啦。体检踢车啦吼，踢车啦，是啊，当然体检嘛无够济，所以即马新北市嘛讲，我还佫加设较济咧，啊嘛加设较方便的位啦，是，安尼互大家会当开，但筛检了嘛爱检验呢，爱检验嘛踢车哩，啊当然筛检这部分吼，因为小儿科医师、耳鼻喉科医师拢有讲要出来斗用啊，所以筛检的速度会增加，啊增加了，若阵比落小工，量重会增加嘛，所以咱即马来看。会当小可乐观去讲，好佳在看起来哪像阳性率吼，即个降低的感觉啦吼。啊，当然这也袂使伤过乐观去讲，一开始吼，啥物人会先撞出来呢？讲家己有去过，较紧张的吼。啊，迄生出来。啊，尾啊，较讲，啊你吼，那种免费的，你敢无爱去检查者？咱个我过去拢有咧去吼，迄种的吼。毋是即个相干的，这个讲会嘛摸出来，啊，袂讲啊，我惊死的嘛摸出来，啊，过来媒体写落去吼，足侪人讲啊，免费的摸来检查看卖，所以本来吼后壁愈来愈媒体出出来遐人会愈较无感染的啦，所以感染力本来就是拢会安尼落出来啦吼。阮SARS水准嘛是有即个情形，一开始吼阳性率足悬的，后尾啊媒体讲了尔，大家拢撞出来。啊，医师吼，是嘞，医师嘛是讲，无，伊讲，这不管落屎，不管啥物，倒跳，不管发烧，拢讲啊，我是毋是？啊，伊说啊，无检查，哦，无检查愈来愈济，啊，阳性率会愈来愈少。但是咱嘛要提醒着观众朋友，咱们过去咧讲吼，就是讲遐也是危险的这个所在。你若知影你前后排是毋是有确诊，你若是无代志，就莫去啦吼。无镜头就莫去。啊，无你也伤济去吼，虽然即马甲你采检，但是嘛只要拖一点时间啦。是。啊，而且你会影响到即个。检查的即个量能吼，会影响到，所以若拢无啥大关系吼，有镜头较讲啦。啊，若阵无尽量毋免去，但是小可有关系吼，家己有去过哦，迄搭遐啊有接触到，迄个阳性的人，你当然爱去检查啦。因为愈检查出来愈好，愈早检查来对你也愈好，啊对公共卫生也愈好，所以鼓励大家爱去检查。但是若阵完全无啥大关系，莫讲。啊，个免钱的啦，无来检查一个安心的啦。哦，啊，有当去人检查2遍，哦，啊，即落迄卖啦，吼。有啊，咱鼓励是吼，真正有去过遐的这个卡。所以这个乐观吼，我是保持审慎乐观。OK。啊，搁看2-3日啦。OK。因为啥呢？若讲是5月11开始启动，咱大家较小心。啊，若5月15、16，迄爱搁上少嘛爱一个潜伏期啦。OK。好啊，一般是看2个潜伏期。是。所以你若阵搁看2-3工了，拢保持安尼，而且这个阳性率。有影愈来愈降落来，愈降落来吼，而且真正的数字也降落来，即摆拢伫无降嘛，甚至讲即摆去看，尾啊这3工是起嚟的啊，所以这那股票的小可讲，你是要起嚟要落来，即摆煞无啥知啊，所以明仔载若真讲300个，我也无感觉足奇怪啦吼，啊当然若真300个起嚟，啊但是阳性率下降，啊这意思是啥物？是讲佮增加感染吗？还是讲毋是？是？检查的量增加，啊，所以当然阳性的人就较济嘛，啊，所以这明仔载去看2-3日啦吼，这个乐观度会更较清楚啦。啊，即摆因为佮起嚟了，那ขึ้น落来咧，安尼，所以明仔载是要300以上，OK，还是明仔载佮降落来200。是，咱买关心的这个就是咱讲吼，过去因为发这个60万的这个吼，咱讲信息啦吼，这回咱讲可能也有这个乌数也无走出来吼，所以因即阵有加强版的这个信息啦吼，今日下晡的时阵嘛发出来吼，咱看到讲吼，过去你伫4月20还是5月19才有吼 COVID-19 传播这高风险的这个地区的人啦吼，啊你捌有发烧啦，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镜头啦、落屎啦，还是讲鼻无啦、食无啦吼，这个拢无味的这个部分吼，都要甲地方卫生中心来去做一寡这个采检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部分都是捌去过高风险的者，因讲过吼，这都是这60万内底可能也有吼，有人走去这个外县市的这个部分，也是讲挑剔无爱出来采检的这个部分，伊即阵佫用这个信息甲你通知一下啦吼，所以咱嘛鼓励讲吼，真正有镜头就去采检，啊，真正你有去过遮的这个接触这个历史，去过遮的这个卡者，拢总爱好好来做采检吼，这是咱讲的。
咱这个希望啦吼，咱的这个样本数是有的，咱这个体检的这个阳性率嘛降吼，这就是咱讲期待会当乐观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讲到，全国即阵已经是第3级的这个警戒吼，咱讲今日开始，全台湾吼各县市拢召开着吼这个联合的这个会议啦，先做来看。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严重，全台湾10个县市小连续传出确诊的个案。早期指挥中心甲各地方政府召开头一届全国防疫会议了后，决定针对各县市重点的区域来增设体检站，要来阻挡疫情。确诊者比较多前往的地区，或是它的病例数在某个地区已经有达到一定的规模，那这个我们会请地方来加速设置采检站。筛检的对象还是你曾经去过高风险地区的民众作为主要，而不是大家拼命的去。指挥中心表示，除了增设重点区域的体检站，未来相关作业的流程定出来了后，确诊的民众若接到卫生单位的通知，6点钟内会以正常分级送去集中检疫所或者是病院。地方政府防疫物资的需求，爱提报指挥中心，通随时拨落。嘛会整合确诊者下县市公共场所活动的行踪，也有处理的流程，互地方政府通好参考。地方政府一律优先互医护人员做疫苗。另外，最近假信息是愈来愈多，危害到防疫政策，民众嘛要较谨慎的，也搁爱查证。那我们现在查证的管道其实有非常多包括 MyGoPen 美玉，还有事实查核中心赖的讯息查证。指挥中心强调讲，民众若要转传信息进前，一定要查核清楚是真是假，唔通散布假信息，若无上当会当罚300万，或者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讲吼，这个第1摆这个全国防疫会议吼，就是要吼这个中央甲地方吼，这个沟通较顺利啦吼。莫看到讲吼，真正这个快速体检这部分可能会当吼有一寡这个视觉差这部分的产生，咱拢来去避免啦吼。所以这个防疫这个部分真正嘛是真重要。咱嘛看到讲真侪好消息一直传出来啦吼。亲像讲吼，新北市有真侪这个退休医护人员来去加入吼，台北市遮吼，昨讲有这个退休的这条征调令啦吼，医护人员即阵讲有超过1500名。这个医护人员退休的、退职的，拢总来参加，这些人，互人较欢喜的这个一寡吼，咱讲消息伫咧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爱较重视的，就是咱的这个病院内底吼，是讲有这个院内感染。咱头拄嘛讲到，院内感染甲病院有确诊吼是无共款吼。院内感染可能是有这个小连续摊开这个现象。咱看到讲台北和平病院吼，伊讲只有2条线，第1条线吼是这个病院内底吼有院内感染，第3个这个部分吼是这个3名员工确诊。这个员工确诊是安怎咧？因讲过去有去到网咖这个卡价吼，所以因有2条线来去做。另外，这个部分是台北3总这个松山这个园区啦吼，有一个护理师去参加这个进香团确诊了后，佮慰问2名这个咱讲的这个另外这个护理师啦吼。另外，咱昨嘛讲到台北一间西药剂的这个诊所中心啦吼。另外，佮来关心的就是新北市阿东病院、高雄的这个仁惠病院吼，即阵空心嘛是因。讲这个2名，这个部分维持2名吼。新北市的这个阿东病院啦吼，这个部分即阵已经有这个14人的来确诊啊，所以咱讲真正爱避免掉这个院内感染继续来扩大啦吼。咱等下继续来讲到吼，其他这个病院有确诊的这个部分，但是真正咱那个院内感染吼，这个概念吼小分开一下吼。院内感染佫有倒几间吼，咱先做来看。和平病院进前收治确诊暗号1272甲1273，因为这2个人有网咖低血管的活动历史，引起病院内底感染的危机。病院内底专门做采检，第1摆采检有3个员工确诊，不过疫调显示，甲因伫病院外口活动有关系。拜2做第2摆的采检，伫咧8-7病房分别有1个病人阴性转阳性，其他病人是阴性。目前疫调也被发现有病院内底的传播链，不过为着医疗的安全，和平病院为20开始暂停门诊的服务。目前我们所做的疫调显示，本院区并没有院内的传播链。对于这一波的疫情，本院区5月20号起停止门诊服务。进前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师确诊的4个案例，病院发出新闻稿说明，护理师进前甲朋友见面，尾仔才知影对方的厝内人确诊，所以主动通报，然后进一步来体检了后，当中有4个伫无共病房，阁有手术室的护理师确诊，目前研判毋是院内感染。
病院嘛，甲有接触过这4个人的同事，佮有病人，拢总72个人体检而且隔离。另外嘛，扩大采检，甲确诊者共单位的同事，目前结果拢是阴性。病院嘛已经停收住院的民众，手术室会暂停无必要也是无紧急的手术。病院方面嘛建议，无紧急的门诊患者暂时莫来病院。其实他们的这个共同暴露史看起来在5月初哈，所以也都有到这个万华的活动史哈，所以大概初步研判说应该不是近期的一个感染。新北市设置国泰综合病院嘛有一个急诊的医生确诊，初步调查有可能是因为接触到确诊的个案，病院嘛对相关的接触者扩大来采检，到20早起9点50为止，报告已经出来89个人，第一摆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咱头讲到吼，拢总是5站院内感染吼，包含着这个和平病院、三总、松山吼，这个亚东病院、仁惠病院，佮台北市吼，这个西药剂这个中心，拢总5间吼，其他拢是这个有一寡吼确诊的这个部分，毋是院内感染吼。亲像讲咱过去讲的这个台大病院吼，虽然因这个快筛这个部分，但是因可能嘛是有甲这个网架的这个卡绕关系哦，即阵有10个人来确诊。另外吼，这个台北市吼，连于尚德园区啦，嘛是共款，特别来关心的就是吼，这个长期照护中心。千万唔通帮忙，尤其国外案例拢是长期照护中心，这个死亡率高，因为拢是4大人，这若是收无掉，台湾可能会恐惊上这路，会无？咱继续请教教授。应该是袂啦，因为咱看这个五病院吼，即马甲看伊敢若院内感染的无啥物，这个有这个迹象来有。就咱去较惊的，就讲这个亚东病院啦。OK。但亚东病院看起来拢无问题啊。所以我讲这摆疫情吼，咱上惊的就是讲，那毋拄拖去病院内底，啊病院内底迄阵哦，啥物和平病院有2个发疾迄个阳性的，哇，咱真烦恼。啊，但是看到即马拄来迄个陈医师在讲的，无这个问题啊。所以应该讲起来吼，咱即摆的迄个。院内感染的可能较无这个机会啦吼。啊，你看咱的迄个布头啊吼，桃园迄个医院哇，一个院内感染了，咱要到2个月才甲拍花去。所以我相信即摆问题应该无遐大啦吼。啊，无遐大就是咱甲这个源头就是台北这个艋舺吼，较早邦桥即马可能。中和，这个火若甲拍花去吼，这个病例甲伊治落来了，应该就过关啊啦。OK， 所以我是对即摆的吼，大家拢讲我来底讲是我真乐观。事实咱台湾会防疫。一方面咱指挥中心足紧的，是速度足紧的。OK， 你看咱无几工，咱5月11，甲今仔这21尔，10天内底安尼整个迄个会使讲。全部拢动员起来。OK。啊，咱的百姓配合足悬的。OK。你个看，即摆你要去坐捷运，要去坐巴士，无啥物人啊嘛。无啥物人。所以安尼哪有可能讲，迄个病会佫传去？所以遐个人有去过即个艋舺吼。即个叫做阿公店遮人，伊甲你心内知嘛。是。遮个人若要去筛，就爱赶紧筛。伊若讲事实上，伊若拢无啥物。无什么症状，但无一定都爱去筛。伊若小可有发烧，吼啊有讲讲人较鲜啦，啊有扫。啊，这个病毒吼，抑个一点就是讲，你会讲啊，我的鼻啊，味觉啦，吼，就讲我会感觉讲我鼻无味，口鼻拢，这个病毒较袂影响哦。OK， 吼，那较早迄个病毒影响较大，所以你唔通讲我咧。我无买一个迄落吼，因为影响，但是毋是遐大啦。OK， 所以我讲，若该去筛的人就爱去筛，啊，若无必要是，你讲你对艋舺安尼行过，要袂去感染嘛。OK， 对，这个病毒是伫室内感染，毋是伫室外感染嘛。是。所以啊，咱即摆天气遐热，哪有可能病毒伫外口在生存的。OK。啊，若讲伫室外会感染的病毒，迄就是空气传染真严重。像讲迄个麻疹迄款的啦吼。啊，你若讲像即个病毒，你即摆就真侪人嫌伊讲，这病毒是毋是会空气传染吼？啊，事实是会啦，因为伫4月时吼，最近即个美国的迄个 CDC 因的吼已经有讲。
讲这个 COVID-19 吼，这个武汉肺炎的这病毒吼，是应该讲起来，会少少空气的传染。OK。啊，事实上 WHO 伫去年的4月，就咧讲啊。OK。啊，就这个代志，就互这医生啦、这专家病毒这，安尼大家意见拢无共啦。啊，事实讲应该是会。OK。无你甲看，这个病毒无一年来，一年外尔，全世界78亿个人，即马有1亿6千万个人感染着。啊，这若毋是有空气传染，哪有可能速度遐紧啊？当然，伊甲要空气传染的速度，甲这个流感是无共款。流感迄个较强嘛。吼，所以我认为讲，这个吼，咱若这个院内若无感染，无叫扩大去吼，我会相信应该即摆会过关啦。咱上惊这啦。啊，你看呆10个迄个公务员发生了，你看6、7千个，拢在筛检。吼，咱我讲明仔载可能就出来。伊讲啊，48点钟拢甲体检刷了吼，可能明仔载真正就有这个消息。当然明仔载出来啦，拢无感染着，啊，大家都放心啊嘛。啊，呆做遐大的这个病，你若讲去医院的感染，就真危险。啊，应该讲起来，你来这个工人也好啦，吼，啊，拢去这病院来好，大家拢有戴这喙安嘛。OK。啊，我拄仔就讲过，喙安就是疫苗嘛。上好疫苗啦。对嘛。所以咱讲着吼，无论是咱。头拄仔讲着空气传播也好，还是讲吼真正这烂手咧传播也好，咱喙炎挂起来就好啦吼。但是我讲就吼，咱台湾今仔日讲的模范生，有法度挡啊遐久，咱对头开始咱就大喙炎。是啊，但是咱真正有放松去啦吼。最近是放松去，是啦是啊。啊放松咱感觉讲上不该就是这华航这技术啦。啊因的放松伤过分啦。吼，今仔伊事实上。这个病毒是对遐来啦。OK。有人讲有3条线、4条线，迄拢无啦。OK。干那源头就是这个或者华航技术这Novotel这来啦。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罗教授甲咱讲吼，这个明确的这个感染源头伫倒，但是咱无要紧，咱即阵会当来去围堵，就继续围堵。咱即阵围堵袂起来，咱就甲断链啦吼，真正。靠断链这个方式吼，避免伫咧这个院内感染，也是讲吼，这个病院内底有确诊者嘛，避免伊个探做是这个院内感染吼。所以咱讲，为什么咱讲这个医疗这个部分会让咱遐尔紧张？5站是院内感染，尾手过一寡吼，这个机构吼，遮吼出现着有确诊这个消息啦吼，所以医疗一定袂当放半。过来请教这个理事啦吼，咱讲着医疗人员即阵吼。无论是伊过去吼已经退休也好啦，退职也好，拢要来征调啦吼，也是讲家己自愿出来吼。你接到的消息啊，这个中央甲地方因统合的情形是啥物咧？台北市有征调一寡护理人员，也是医生退休的出来。台北全国的医学医师工会联合会嘛有伫遐高正台出来。指病喉科有320个。是。小儿科医学会昨仔统计，嘛有330个医生肯出来甲咱采检。是。搁最重要，咱现在爱注一个预防车。有影。预防车可能是咱上重要的代志。你干那，咱戴喙安，干那是防守尔。咱即马上重要爱有一个保护起来，就是疫苗甲伊相接。阮算过台湾即马2300万，至少爱做。1800万人的人才有会使上好的保护。OK。这毋是爱加1800，你个2支哦，3600万。OK。流行性感冒我做过啊。3、4个月爱做600万支，就做系列的。OK。即马病院有的病院无啥人敢去，即马可能爱基层甲病院所有台动员起来。紧甲这疫苗来有去买哦，我不管伊即马来40万支，爱500万支，是，搁要一来，若是讲手的搁开始台湾搁出来1000万支，是，迄阵就要靠大家紧自主的，所以阮即马已经统计好，就等中央还是讲医师工会市政府还是倒位要安怎配合，大家来配合，只要主要我只要大家心理上第一就是。4月底就会开始做但无人敢做，大家惊迄副有一个啥物会安尼？什么会搞反应不良反应，大家惊，但是即阵爱做啦吼。你若做，嘛当然大家
统计过，我一寡医生朋友伫美国住，迄酸痛规夜困袂去的。哦，嘛是有啦吼。哦，迄个较严重，但是迄效果好，但是即你若无甲一个医生甲病人讲解释清楚，啊是大有这知识讲，这是有帮助的。无你等治疗有反应，大家搁一直拖出去，但你搁无人做。所以我这甲医生爱甲病人讲好势。OK。啊，你也定定讲伫个你熟悉医生遐看病，啊医生有甲你讲遮详细咧，有甲你讲支持。啊！你做的你较袂惊，无你等者了，我一直甲你朋友讲哦，莫做啊，这艰苦咧。袂啊啦，相信经过这回这个事件，咱讲吼，真正要做的人哦，已经提升真济啦吼。或者有一个好消息是讲，全台湾的这个医护人员已经有11万外人吼来注过这个预防车，差不多占1/4啦吼。咱讲吼，这个本地要过期的这个预防车，即阵需求真济吼，31万剂，差不多拢要注刷啦吼。啊，虽然说咱要等的就是装迄个 COVAX 来的迄个 AZ 的41万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会当期待着吼，全部先用伫这个医护人员头顶。咱嘛有一个好消息是看到讲吼，这个 Moderna 有一寡这个标准品啊吼，会当互咱做一寡吼 CDC 的一个寡检验封检的这个部分，会当较透漏，会当较进行较紧的吼。未来这嘛可能是一个吼sign，一个好消息，可能505万剂其中一部分，伫咧6月遮吼嘛要来啊吼。啊，真正咱讲吼，这个预防车嘛是留互这个咱真正需要第一线人员吼。即阵虽然开放到第8类吼，咱第8类这个4大人65岁者嘛是有300多万人吼，所以咱讲按照这个排序先互因注好煞啦吼，继续搁申请到这个占理事啦吼。咱头头讲到，你讲1800万人先注过啊，这个顺序你感觉有啥物爱调整的无？中央这个方法是无毋对啦吼，啊，就遐较危险的人，还是讲有迄防疫的人，还是要优先啦。啊，包括咱的军人，啊，军人是因为伊是大家拢伫遐守咱的本土，地理因子，大家拢住伫迄厝，住慢慢安尼困伫迄眠床咧，迄真紧看开，所以伊嘛应该较优先。OK， 所以这个优先顺序的部分哈，咱等预防车来的时阵，过来再吼观察一下哈。继续咱搁请教吼署长啦哈，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院内感染甲非院内感染，头拄啊虽然有较乐观的讲，咱真正吼这个登记照护者可能会当守护好势，但是嘛是有人会惊吓，尤其即阵虽然说逼出差不多10件以上，一直有确诊这个消息出来，大家真正会惊呢。这个病院内底有患者吼，这不一定是院内感染着，因为像呆呆吼，我看出来一直讲，我这毋是，啊，事实上呆呆内底有100几个患者啦，而且个大家有急诊来啦，检查拢较紧送位呆呆来，所以伊内底是有患者哦。是，但是是毋是伫院内感染，毋是拢伫外口感染入来啦。当然，伊迄个干部，是遐家己内底遐人吼。迄实体内底佫传开去，迄无毋对。OK。讲这个毋是医疗行为咧，所以无甲当做是院内感染。是。但是理论上吼，即爱广义来讲，爱甲当做院内感染较好。哦。但是毋是医护人员的行为，还是医护人员感染。所以我这点我对这个咱台湾的医护人员是足钦佩啦。伊咧面对这是患者呢，咱毋是讲哦，你有去对佚佗，有去对迄个叫做。接触，伊是直接伫遐接触的哦。结果，咱到目前为止啦吼，身边有一个长庚医院小可一个啦，足少的，几乎逐个医院拢做啦真正好。但即摆因为患者多，当然是拢入来病院，啊，这病院有患者，迄无啥物奇怪。但是若真讲要较，逐个人较小心咧吼，应该对这非医疗人员，像即边和平病院、SARS 嘛是，迄嘛就为洗3工啦，啥物，因遐人毋是。医护人员，所以因的训练无够济，所以你要特别爱干训练，这个 SOP 要特别训练够，啊，袂有遐爆出来啦。OK， 啊，爆出来了，有当会拖去医护人员呢。清洁人员吼，真正要好好注意，尤其咱看到讲。清洁人员啦，工作迄个工人啊，什么迄方面啊，甚至外包的，这边吼，拢我退了吼，你看嘛是外包的啦，什么内底咧清，内底迄训练无够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拜托病院吼，医护人员爱继续用这个，咱叫 universal precaution。当成全面性警戒啊，做好啊，袂使有家己传染着。但是遐毋是医护人员哦，临时看护哦，所以迄种爱训练都足好，啊无吼，因迄会变做一个破口啦吼。啊，当然咱即马对即个 N 感染，我是存着比较
乐观的心态，应该这边按大家个惊到，一个说较暗啊啦。但是咱这边啥会为吼，迄个100个左右的印尼感染，不过到即马1000外的。迄个本土感染啊呢，毋是安尼讲本土感染，就是咱有一寡破口。OK， 啊，恁这个破口会造成疫情的发展，疫情发展若较厉害，会造成甚至医疗无够用。啊，所以即马大家是咧讲讲医疗，毋知无够用未啦吼。所以这个问题吼，讲啊无过来是要安怎？当然即马已经有所谓的3级预防啊啦吼。那3级预防内底，其实讲大家拢莫叮当。有影。拢莫叮当，拢莫去食饭，拢莫去开会，拢莫当，拢莫学校嘛，拢莫去啊，个对啦。安尼有效，当然有效，你佫无接触，佫无效嘛。但是你若真万一有接触到，你我会感染哦，你感染你毋知影。所以吼，这无太多吼，咱叫说哦，特别讲，这个咱讲上重要是啥物吼？这破口是对，上重要是要做啥物代志？其中一个当然是戴口罩，即马无戴口罩吼，罚15000块咧。是，所以你若无戴口罩，你无法当坐车呢。所以这戴口罩是最重要，无毋对。我要直接去强调戴口罩的重要。OK， 戴口罩，你若真讲你无感染，你戴口罩会当减70%、80%的防感染的机会。是，但是因为你大量大，所以即马有感染的迄个人吼，煞无大，袂使啊。啊，伊若挂去吼，挂咱普通的即个口罩个啊，会当减90%、95%的机会啊。啊，两个拢挂，啊，佫剩1.5%的传染的机会。所以这戴口罩是最重要，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讲，这是呼吸道感染啦，飞沫感染。但是这个美国 CDC 讲这足重要，但是毋是上重要的迄个传染途径啦。因为尤其台湾拢挂起来，所以你要搁用空气来传染真困难。真困难。啊，是安怎这边有遐济，伊个绑起来，口罩绑起来食饭也好。啊，上重要是足侪拢用手家己去摸的，所以吼，咱讲哦，讲啥啦，讲戴口罩吼，比洗手来讲哦，洗手更加重要。因为迄个过去有一个研究，美国有一个研究讲，你戴口罩了吼，你会去摸东摸西啦，而且戴口罩袂爽，无爽快。啊，3点钟内底吼，伊会去摸几啊遍，吼，会摸啥目睭啦、4遍啦。摸鼻啊，16遍啊，什么啦吼？鼻啊上安尼吼，一直摸一直摸。你戴口罩，你家己个摸啊，起来个定一下安尼，啊这样的话，安尼个吼，反而增加1.25倍的传染机会啦。OK。因去研究这个流感的人，的家庭有戴口罩无戴口罩，讲有戴口罩的，传起的机会就较济啦。因为安尼一直摸安尼。上重要就是讲，毋是口罩吼。有病毒无病毒，是讲病毒是为对来，当然为手来的。OK。所以咱讲洗手有效无？洗手就有效的。但是洗手会有效吼，要甲大家去讲者，这就是讲我头讲，这就是讲等到增加1.25倍的增加机会啦。但是咱个洗手比戴口罩较重要。OK。但是上重要的吼是啥物呢？是讲莫用手去摸上重要，因为你若真用手去摸吼，无采你咧洗手，你当洗手了尔吼。去便所也好啦，去所在啦，还是你搁去摸着楼梯把手，搁去摸着门把手，且你无采你洗了，你搁去摸，所以咱即马咧讲病毒是爱到你的鼻、目睭、喙，可是拢你的手家己摸起啦，毋是人直接甲你喷的，即马要甲你喷足困难，拢口罩戴掉啊，所以你上重要是袂使用镜头啊去摸你家己的鼻、喙，万一挡袂掉吼。我是用卫生纸摸啦，啊无用这后壁用纱麻或唔通用镜头啊，镜头啊上垃圾。所以咱即马咧讲来讲，即马过来所谓的用封城，咁样封城啊啦，拢袂使去食饭，袂使去读册，袂使安怎，这当然有效，但是这挡袂足久。所以咱是讲到卖封啦吼，讲到28看嘛咧。但是吼，即使无封，我看咱台湾人吼，不封城的封城啊啦，家己拢无要去啊啦，家己拢。口罩戴啊，好势溜溜啊，所以我希望讲，这尤其是15迄边2级，即马变3级啊。希望即马这严这吼，大家人去正式做，但是要做实的哦。唔通讲我戴口罩，佢拢无代志啊，我百毒不侵啊，我白说，唔是，这是讲戴口罩的目的，就是要互你莫有病毒入来。洗手就是互你病毒少，啊，莫用手去摸，这上重要。啊，安尼你个袂。防感染嘛，你若袂防感染，这叫做群体免疫。因为大家拢袂防感染，这病毒传袂出去啊嘛。所以当然，
那一旦注疫苗，请大家一定要开始注疫苗。OK， 所以咱讲注一遍好，一人好啦吼，先注一遍，先注一下就好啦。先注一下好，吼，咱嘛有咧讲吼，别人先注拢不要紧，但是吼，尽量足侪人拢注一下。对。刚才这群体免疫去增加，去加上咱头仔讲的，你头仔讲迄个讲 MPI 啦，迄个是讲公共卫生的做法，嘿，哦，这个公共卫生的作为吼，那做就好诶吼。是。这台大这个陈秀熙副院长吼，陈副院长有特别讲到这个叫做 MPI， 就是讲公共卫生的作为，就是他讲的自我的良好习惯，健康管理，那做好，这产生群体免疫，比如感染，那个注射，群体这两个若加起来，超过差不多60-70%的效果，你的这个R0，即马R0我是讲13，即马伊讲15啦，那你改到80%的人拢爱做，所以你若是80%的人拢安尼70%做就好，90%做就好，佮打疫苗，佮加一个这样，即马无法度算是有疫苗有效果，咱即马足机会。所以暂时短期来，我是爱靠啥物呢？靠 MPI。有影。NPI 是啥物呢 ？NPI 就是讲哦，伫咧吼非公共卫生这个介入的这个措施啊，唔是讲药物啦吼，非药物性的这个公共卫生介入。比如讲，咱已经来听课啊，关这个8大场所吼，这非常重要。但是即阵嘛有消息讲，哇，这个8大场所网架关起来吼，新北市才会关起来，但是吼走落去中南部，这嘛是要好好来注意吼，罗教授。即摆疫情啦吼，咱拄仔咧讲到疫苗啦，其实你要靠疫苗。我赶紧来做，啊，要安尼来帮忙这个疫苗，迄无可能的代志。你是讲因为嘛要等2礼拜至？无，你搁即摆或者40万剂，若讲随做咧，对即摆疫情的控制啦，那无帮忙啦，无帮忙，是你即摆疫情一定爱咱家己用咱的方法，哦，迄大家国人啊，咱那边是迄个配合，啊，迄个。即个医疗的迄个机构呢，伊用真快速的迄个甲扩大即个体检，吼，啊，赶紧甲迄落。啊，咱上重要，咱知影嘛，即摆即个你感觉所有的即个所有的感染的病例吼，拢对万华还是讲这新北市才出来，啊，出来了吼，这人吼，伊则去转去可能去感染着老爸，啊，去感染着因囝，吼，啊一寡的对。拖出去外县市嘛，外县市事实上即摆讲较严重的就是迄个中化嘛，迄个袂普通迄个嘛吼，啊，迄个事实呢是20外例尔啦，啊，伊毋是伫病院内底应该无问题啦吼。我个人是认为讲，即款的迄种吼，虽然讲哦，疫情哦，用个控制，虽然讲咱即摆甲宣布讲3级，其实咱若以吼台北市、新北市吼啊桃园县。通市，安尼会迄落去算讲，这是无共款的所在，合乎即个3级的条件，敢若新北市甲台北市尔嘛。其他的外县市拢也未达到即个讲你3级，但是咱爱为着即个超前部署嘛吼。啊，咱甲讲啊，台湾的这细尔，前后若才400-500公里，咱即马高铁是。伊自己的迄个生活圈、生活迄个圈嘛吼，所以咱甲全部甲伊讲啊，我甲定做3级，这是真好。安尼会个加速吼，甲咱即个疫情，佫甲伊安尼甲伊抑落来，甲控制落来。所以我认为这是无啥问题啦吼。啊，有卖我是希望讲，毋通一寡迄落媒体啊，还是讲一寡迄个专家什么讲哦，咱台湾已经即马抑个社区内底抑个几千人，哦，用迄个数字安尼算起来，抑个几千人有即个或者感染，还是讲无症状的感染。我拄有讲过，即个病毒无可能安尼啦。哦，你若有感染着，你就挡袂掉，你一定会发病，啊，你就爱去迄落去筛检。所以无问题的人毋通去啦。OK。啊，你若讲，我拄有讲过，讲即个放假，即段时间10日的中间，可能有3-4万人去啦。啊，咱即马体检，咱即马体检就才2万，也未到2万个人嘛。所以你讲明仔载后日，佮大后日一定还佫会检出差不多100-200个嘛。啊，这拢是无要紧。OK。所以愈来愈减，愈降落来。愈降落来，啊，你体检会愈济，啊来愈降，可能到5月底，都拢无问题啊。OK。啊，若到6月中无得甲用变甲剩2级，啊，算。即阵就安全啊嘛。但是有人咧讲啦吼，我相信咱这个翠安吼，
国家队吼，会个做工啦，会个迄个有这个公路来控制这个疫情啦。是，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咧讲吼，过去咱就是伤过自满吼，这个 Bloomberg 安尼来讲吼，但是咱这阵都表现好势啦吼，这个2礼拜还是4礼拜了后，咱会当看到讲这个规个这个成果。但是咱嘛袂记得吼，6月佫有一个大节日啦吼，5日节啦吼，咱讲真正爱甲守好势啦吼，咱讲这公共卫生希望会当延续到迄个时阵。继续来去甲完成咱讲吼，这个任务爱来去做达成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吼，继续甲咱吼做这个疫情这个分析，嘛要感谢乡亲好朋友吼。这个1礼拜吼，咱看到讲这个疫情安尼起落啦吼，大家莫惊吓，莫紧张，咱会当控制好势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